復活期的意義。喺教會年歷入面，最早形成嘅其中一個重要節期，就係復活節週期 （Easter Cycle）。呢個週期由聖灰日開始，經過大齋期，一路去到復活期，最後以聖靈降臨日作結。其實，早喺新約時代，基督徒已經慢慢由守舊約嘅安息日，轉為喺主日聚會敬拜。點解？因為耶穌基督就係喺7日嘅第1日復活，所以主日唔單止係星期日，更加係紀念主耶穌戰勝死亡，帶來新生命嘅日子。早期教會領袖伊格拿雕，大約喺主後115年寫信俾馬格尼西亞教會時，都提到信徒已經唔再守安息日，而係按住主日生活，因為主耶穌嘅死同復活，叫我哋嘅生命喺主日被光照、被更新。到咗主後321年，君士坦丁大帝更加頒令，叫城市居民、法官同工匠喺太陽日休息。之後喺主後325年嘅第一次尼西亞會議，教會正式統一咗復活節日期嘅計法，就係每年春分之後第一個月圓，再下一個主日。而喺復活節之前，教會會有一段預備心靈嘅時間，就係大齋期。呢40日係幫助信徒安靜、悔改、默想基督受苦，為迎接復活節做好準備。復活期一共有50日，由復活主日開始，持續7個星期，直到聖靈降臨日。呢段時間，教會唔係淨係話耶穌復活咗咁簡單，而係好隆重、好開心咁去慶祝耶穌真係死過，真係復活，真係得勝。復活期入面，教會通常會用白色或者金色做禮儀顏色。白色代表純潔、聖潔、光明；金色代表榮耀、尊貴、得勝。即係話，耶穌嘅復活唔係灰灰暗暗，而係充滿榮耀、盼望同光。有時我哋都會見到復活蛋呢啲象徵物。復活蛋唔單止係節日裝飾咁簡單，佢象徵住新生命。好似蛋殼打開，新生命出現。同樣，耶穌都由墳墓中出來，戰勝咗死亡。福音書同使徒行傳都講到，耶穌復活之後，唔係即刻離開世界，他曾經向門徒、使徒，甚至好多信徒顯現，證明自己真係復活咗。他同佢哋講說話、食飯、教導佢哋，陪伴咗佢哋一段時間。直到第40日，即係我哋所講嘅升天日，耶穌先升天，坐喺聖父右邊，並且將來會再返嚟。馬丁路德都好強調，基督唔單止為我哋嘅罪而死，仲為我哋稱義而復活。即係話，耶穌嘅復活證明神已經成就咗救恩，叫信靠他嘅人可以得赦免、得新生命、得永生。十字架話俾我哋知，耶穌愛我哋。復活話俾我哋知，耶穌真係贏咗。復活期係教會一年入面最充滿喜樂同盼望嘅時間之一。佢提醒我哋，耶穌真係復活咗，耶穌真係得勝咗，而我哋因為他都可以有新生命、新方向、新盼望。所以復活期唔只係一句主復活了，而係一個邀請。邀請你由灰心入面走出嚟，邀請你由罪捆綁入面走出嚟，邀請你由恐懼入面走出嚟，進入基督復活嘅生命之中。